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将移过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适用的对象会增加同性的卡布、独身的女性，佮有代理孕母等三大族群，也毋过禁止有商业的行为。草案未来若顺利伫法院三讨通过台湾就会真做是亚洲头一个代理孕母合法的国家。经过2场国建署公听会、1场立法院公听会，卫福部国建署14总政府告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这摆上大亮点就是将适用对象由即摆异性未生翁某，扩大增加同性伴侣、未婚孤生女性、加代理孕母等三大族群。草案若顺利通过立法院三读，台湾会真做亚洲第一个代理孕母合法的国家。社会上有这些需求，有这些声音。那能不能通过，卫福部并没有立场，我们只是把它研拟一部比较完整，相关的纳入对象以后，就有相关的配套去规范。国建署表示，草案当中严格限制代理孕母的资格，要有台湾籍、满20岁未满40岁，避免高龄生育的风险。要有生产的经验，而且无有生期间高血压等重大并发症，无破八产的经验。每一人上侪以1摆为限，也禁止商业代孕。不过，妇女团体批评，做代孕妇女大部分是属于经济弱势，有关乎不实记录。会选择去担任代理孕母的女性，其实多数都是经济的弱势嘛。那他们用一个非商业化、利他的这个包装，其实这背后还是对女性的剥削嘛。国建署强调，无既定立场，草案公布了后，有60天有过期，会收集各界意见，进行法规讨论或者是修正。要拼今年底进前送行政院甲立法院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